8月以前，因为战争、买卖等等因素，有50件台湾的文物流落国外。即马伫个瑞典国家世界文化博物馆展藏。去年屏东西雅乡公所的这个文物馆呢，甲瑞典博物馆签 MOU。西雅乡公所今仔日也带队要去到瑞典进行文物的检视甲交流，也规划要甲这个文物送到台湾展览。 由屏东县西雅乡乡长带队，佮有学者甲族人组成的文物调查团队，总共10个人，昨3下暗准备坐飞轮机去北欧的瑞典，因为有济南部排湾族的文物收藏伫瑞典的文化博物馆，应该过去研究甲交流，看敢有机会甲文物送倒来台湾做展览。因佮特别准备排湾族的琉璃珠仔做伴手。我想。 透过只有到现场去了解、去做调研、去做研究，看看有没有这个机会跟瑞典馆方这边来思考讨论，有没有机会来借展回到我们自己的社群。透过送琉璃珠来我们彼此的一个交流，来互相致赠礼物。目前初步判断，收藏伫瑞典博物馆有50项是南部排湾族的文物。 包括有器具、服装、生活用品。伫去年12月，西雅乡公所是甲瑞典国家世界文化博物馆做伙签合作的备忘录。研究员表示讲，这个文物拢8档啊，其中有一领裙的刺绣真有路，唔忙通甲传统的手路找回来。我们的功法流失很多，那我们希望能够去找回。 这些的物件的它的那个功法是也能够留住，那我们想要仔细的再去仔细去检视。乡长表示讲，透过这个调查甲交流，希望当加属于原住民的文物再倒来台湾，才会去路途有8950公里远的瑞典，来表明因的决心。记者钟义辉、邱兆勇高雄报道。